嗱，其實咧，首先咧，我要好多謝即係大專2012呢班同學咧，出嚟參加呢個公投運動。即係最早咧就係社民連喺7月中嘅時候咧，其實就提出個構想。咁但係其實更早之前咧，就係我喺2003年嘅時候，為咗反對23條立法咧，我曾經喺電台度連續差唔多2、3個月，係呼籲啲民主派嘅議員集體辭職，嚟癱瘓佢呢個23條嘅立法。咁當然個個都當我白痴嘅，咁啊到後來就鼓動啲人上街示威嘅咁樣。咁啊到05年咧，呢個政改方案要出，即係而家反丁呢個方案其實一模一樣嘅。咁我嗰陣時咧就仲喺商台一個禮拜做1晚嘅啫。咁我原本一個禮拜做5晚，後尾就即係封咪咧一段時間。咁啊翻商台就俾我做1晚。咁嗰陣時咧，我又愛舊事重提，要反對呢個政改方案。就係要總辭 ，OK？ 咁佢哋又當我反口風嘅。咁第3次提總辭咧，就係07年人大嗰個決定出嚟嗰陣時，我已經成立咗社民連，我社民連嘅創黨主席。咁我每個禮拜5都會立法會參加呢個泛民嘅飯盒會。咁啊代表社民連同佢哋即係溝通有關即係民主普選啊，或者呢啲公共議題咁樣。咁當時我有提出呢個辭職嘅概念。咁當時有位民主派立法會議員。個毓民你唔係立法會議員，你唔知道辭職牽涉到嘅問題有幾複雜。等你做咗議員先算啦。咁呢句説話就擺咗我心好耐，我就同我啲黨友講：你唔好俾我選到入立法會，我一定搞一制度去總辭。即係好坦白嗱，嗰個背景就係咁。咁點解我哋要用呢種手段咧？佢背後有一個理念，辭職再選，然後針對一個單一嘅議題。將個決定權俾翻選你嘅人，呢個喺民主政治嚟講係一種通例嚟嘅，亦都係成個民主政治運作嘅核心嘅價值之一。個理由就係你會出現一啲多數暴力㗎嘛，選舉我選咗執政黨出嚟，做下會出現一種暴力㗎嘛，你明唔明？所以我咪要改選啊。咁佢有定期嘅改選啊嘛。咁有幾種方式，一種方式就係有啲中期嘅選舉，譬如如果你工黨你冇得唔選嘅，你民望咁低。民望咁低，咁咪要選咪解散個議會啊？係咪？有填到入會咁，經常解散個議會㗎啦，係嘛？解散議會再選，解散議會再選，係嘛？呢個係一種方式。另外一種方式就針對一啲特定嘅議題，佢覺得佢喺議會裏面遭受到係一唔公平嘅對待，或者啲在野黨、反對黨嘅少數，啲多數暴力通過一啲議案，佢覺得其實人咧點解我哋成日講言論自由啫？我哋要捍衞啲少數人嘅言論自由啊嘛。咁樣你先至有以錯逆真嘅機會，唔係多數人講嘅嘢一定係啱噶嘛。咁你嗰啲少數人，你有個機制嚟保障佢，係咪？你有機會以錯逆真，唔係你唔以錯逆真嘅機會都冇。呢個言論自由嘅真諦嘛，唔係話保障我哋所有嘅人言論自由，係包括啲少數，特別你捍衞嗰啲少數嘅自由。所以社民連點解要強調濟弱扶傾、義無反顧？對於嗰啲 underprivileged 嗰啲人，我哋要出多啲力。個道理就喺呢度啫嘛。好啦，另外一種辭職再選嘅做法咧，就係喺英國幾百年嚟，佢民主政治實現嘅過程，由18世紀開始，佢都有好多次㗎啦，係咪？我哋今日派俾呢個份公投，我亦都提到一篇文章，黃賢寫嘅。黃賢係哈佛大學嘅法律博士，佢當年同美國人組織咗一間律師行喺大陸做生意，結果俾人話佢美國間諜拉佢坐監，後來就平反咗。佢最近好罕見嘅從來唔寫文章嘅。寫咗一篇辭職再選，還原全職再選與一國兩制，暗撐呢個5區公投，就鬧嗰啲反對5區公投嗰啲人。佢而且用一個學理嘅角度，咁佢舉咗好多例子。呢啲文章係節錄本嘅，佢完整嘅版本8000幾字咧，我哋擺晒上網，大家可以 download嚟睇，係咪？呢個係一個好好嘅公民教育。我哋今日喺立法會有一個權力及特權法案，譬如最近查緊嘅雷曼事件啊。或者呢個梁展文事件啦，甚至要查呢個甘乃威溝女不遂事件啦，全部都係用呢個權力及特權法案保障嘅嗰個權力，你可以召開一個調查委員會，然後任何人都要嚟作證。如果唔係，佢就觸犯刑事罪。同埋立法會議員喺立法會誹謗人、大鬧人，係唔受呢個法律限制嘅。所以你出嘅個場邊嗰度啊，節目中冇鬧，係咪？鬧特首無恥，叫佢顧街，全部都唔犯法嘅。OK， 係只有個主席可以根據議事規則裁決踢你出去，踢你出去嗰1分鐘踢你出去，嗰一日嘅嗰個會你唔開得，呢個已經係
時代立法局。港英時代立法局點解會有呢個權力嘅特別方案？就來自英國嘅國會。英國國會點會有呢條特別方案？就因為有個議員辭職再選。點解佢辭職再選？因為佢鬧皇帝，唔準鬧皇帝。咁佢就爭取佢辭職再選，話俾啲民眾聽，我鬧唔鬧得皇帝？啲民眾投票70幾個%，選翻佢鬧得，咁以後就鬧得皇帝。OK， 就係通過呢個辭職再選喎，係嘛？單一個議題喎，係嘛？另外一個最有名嘅就係宗教嘅儀式宣誓，呢個又係通過一個辭職再選打破。你係教徒，你咪撳住本聖經，係嘛？我謹以至誠，係嘛？即係以我上帝嘅旨意咪咁喺度宣誓咯，係咪？因為英國係一個基督宗教國家 ，OK， 嗰陣時甚至你冇宗教信仰嘅人可以做議員添。發展到後來又爭論過究竟用舊約聖經嚟宣誓啊，定係新約聖經嚟宣誓咧，又搞慘咁嘅。到最後嘅歸結就係由嗰啲人民有選民去決定，又係辭職再選。我舉呢啲例子太多啦。我哋今次呢個做法咧一樣。我哋而家叫佢做 de facto referendum， 因為佢唔係一個真正公民投票。頭先周前講咗，個理由就係法律上冇一個公投法，咁即係話你公投咗之後，個結果係冇約束力嘅。OK， 譬如你瑞士，佢贊成同性婚姻，佢嘅門檻係1半人數支持呢個公投呢個議題就過啦，所以佢過咗啦，係咪？佢58%，咁咪過咗咯。呢啲係好有爭論性嘅，係咪？墮胎合法化，同性婚姻。又或者安樂死可以用做公投嘅，全部都主權嘅議題就可以用做公投嘅，好似魁北克要脱離加拿大獨立，公投啦，冇一次成功。OK， 台灣你而家就驚佢公投法嚟搞公投獨立，佢連公投入聯合國都過唔到，係嘛？個人民決定啫嘛，其實好簡單嘅道理呢個係。咁我哋呢個係咩咧？冇公投法，咁你點陰佢咧？我哋嘅構想好簡單，每個區揾一個人辭職。而家香港嘅選舉咧就5大區，多議席單票制、比例代表制、最大餘額分，咁你分席位嘅。而家我一辭職一個人，就變咗隻抽隻，單議席、單票。我無論你幾多人去選，只有一個人當選，係嘛？咁我通過呢個議題，當時我呢個諗法，呢個做法就係我每個區揾一個人辭職去選牌，咁係咪每個區都要選啊？咁到時候全香港300幾萬選民都要投票啊？咁仲唔係公民投票啊？咁我哋講嘅第一議題。爭取2012雙普選，廢除功能組別就係一個咁簡單。如果你係我對手，你民建聯工聯會你哋選嘅，你梗係反對啦。你目的係搶我位啫嘛。到時你就講翻你係浪費公帑，嗱你自己又參選喎，咁你搶我位，搶我位咪有個對決咯。有個對決，咁啊可以就嗰個公投議題，即係定勝負咯。而家最弊就冇對決啊嘛。咁所以大專2012嘅出現就係我唔要俾呢一個即係。變相公投係冇對決或者冇選舉嘅進行。